開場問你一個問題 ：OpenAI 嘅最新安全平台係幫你攔截黑客，定係幫黑客升級裝備？答案係兩樣都係。歡迎收睇 AI 觀 AI， 今日係2026年5月13號星期三，120秒帶你速覽 OpenAI 最新功能赴 Daybreak。5月11號 ，OpenAI 正式發布 Daybreak， 定位係防守者嘅前沿 AI 平台，整合 GPT 5.5同 Codex Security， 背後有超過20個安全行業夥伴，包括 Cloudflare、Cisco、CrowdStrike 同 Palo Alto Networks， 承諾將漏洞偵測由幾個鐘頭壓縮到幾分鐘，並向人類安全工程師提出修補建議，唔係自動行動，係建議後等人確認。但係 Daybreak 嘅設計裏邊藏咗一個值得留意嘅結構，3個威力層。第一層普通 GPT 5.5 公開可用，第二層 GPT 5 Trusted Access 俾已核實嘅安全專業人員做漏洞分類同惡意軟件分析，第三層 GPT 5.5 Cyber 限量預覽中係專為 Red Teaming 同滲透測試而設嘅版本。所以真相係唔係 AI 防守定攻擊嘅問題，係同一個模型3個入口，取決於係邊種用戶拎到邊一層。Engadget 直接咁寫 Daybreak 係 OpenAI 對 Anthropic Claude Mythos 嘅正面回應。AI 網絡安全嘅軍備競賽唔再係概念，已經係產品。其他今日焦點：微軟擴建 AI 數據中心，內部正討論係咪延後到2030年按每小時用電對應清潔電力呢個承諾。能源壓力持續升溫。Apple 就 Siri AI 延誤案達成2億5千萬美元庭外和解，合資格美國買家每部機最多可獲95美元。南韓 KOSPI 首次升穿7000點。AI 帶動嘅半導體股係主要推手。以上新聞係由帝創香港帶俾你。如果以上報道對你有用，請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， 仲有 subscribe。我哋星期五繼續 AI 觀 AI。